現時香港主要空氣污染物來自於汽車、船舶、發電廠同埋工廠嘅排放，而近年香港空氣污染物濃度超標次數上升，遠遠超出正常嘅標準。我哋嘅產品目的係以二氧化鈦作為光觸媒，以其光催化嘅特性，盡可能將學校附近工廠或者車輛，甚至係家居所排出嘅有害氣體，例如二氧化氮，轉化成為水或者二氧化碳呢一啲比較無害嘅物質，從而去降低空氣污染嘅程度。光觸媒一經光照，薄膜上面二氧化鈦嘅電子就會從價電帶遷移到去導電帶，喺光觸媒表面形成一棟電子同埋電動對。帶負電嘅電子同埋氧結合就會產生負氧離子，帶正電嘅電動同埋水結合就會產生氫氧自由基。呢兩者喺化學上面都係好唔穩定嘅物質。當有機物質接觸到光觸媒嘅表面時候，就會分別同埋負氧離子同埋氫氧自由基結合，重新組合成為二氧化碳同埋水。二氧化鈦分為非納米鈦同埋納米鈦。納米鈦嘅二氧化鈦清潔效能比常規嘅二氧化鈦好，效率更高，反應速度更快，光使用率都更高。但係佢嘅生產成本都好高。最重要嘅係納米粒子嘅吸入會導致肺損傷，而納米二氧化鈦粒子由於體積小，可能沉積喺肺嘅深處，引起發炎同埋損傷。而雖然常規形態嘅效率較低，反應速度較慢，但係可以透過添加其他化學物質，從而增加其效率，而且成本更低，更容易處理，安全問題更加少。以下會展示我哋如何進行實驗測試我哋產品嘅功效。首先，我哋將非納米嘅 TiO2 粉末製成一種純粹 TiO2 嘅塗層。另外，再根據翻參考嘅資料，我哋將非納米嘅 TiO2 同適量嘅檸檬酸混合。另外，再製成二氧化鈦粒子同碳混合嘅塗層，再將兩種塗層加以比較。之後，我哋製作咗微量嘅二氧化氮，測試我哋 TiO2 塗層嘅淨化能力。選擇 NO2 作為測試對象，係因為我哋學校對面嘅工業區會釋放 NO2，而且 NO2 嘅顏色明顯，容易俾我哋觀察 TiO2 嘅潔淨能力。實驗結果顯示，即使係非納米嘅二氧化鈦，都有一定嘅空氣淨化效果。我哋呢個產品成本低廉，雖然唔似一般空氣清新機需要金龍流網，但係我哋嘅產品效率比較低，而且我哋打算利用喺室內，例如課室等嘅地方。一般而言會較少紫外光觸發光催化嘅效應，而且用戶未必希望長期有紫外光照射喺牆上邊。由此可見，我哋打算進一步改良我哋嘅產品，除咗大範圍將 TiO2 塗抹喺牆上面之外，亦都利用 gas sensor。一旦有害氣體嘅濃度超標，就會開啟 UV 光照射喺塗層上邊。我哋亦都利用 Arduino 去設計咗呢一個裝置嘅 prototype。咁佢就係利用 gas sensor 去檢測空氣入邊各種有害氣體嘅濃度。咁好似喺呢個實驗入邊咧，我哋就係去檢查 NO2 嘅濃度。咁當佢 sense 到 NO2 嘅濃度係會危害人體嘅時候咧，就會着起呢一盞 UV 燈，從而去促進 TiO2 塗層嘅光催化效能。